歡迎各位記者嚟到亞基電視台嘅新聞發佈會啊！咁就亞基電視台咧就重金禮聘咗台長夫人啊！咁就演出我哋其中一個就重頭節目啊！個節目名稱咧就叫做等等先，係亞基陪太太學注音啊！咁就因為亞基台長咧喺嚟台灣之前咧係一句國語都唔識嘅。咁都係一防疫旅館咧，即係由 b p m f 咁樣開始學起嘅，咁就覺得注音咧係一個好好嘅系統嘅學習國語呢個語言，咁啊所以咧係一直以嚟咧都極力推介太太去學習嘅。咁啊，但係由於咧台長嘅夫人咧個即係公務繁忙啊，即係最主要係要照顧台長啦，咁啊同埋幫台長咧處理咧即係大小事件啊咁就即係反正就好繁忙啦，就所以咧一直以嚟咧都冇時間去學習注音。咁啊有見及此咧，就台長咧就即係都花光心計。咁希望可以幫助台長太太學習注音啊！咁喺較早嘅時間咧，台長即係捉住咧台長夫人嘅即係閒暇時間嘅一點點嘅空隙咧，咁就攝入咗台長太太嘅空間入邊啦，去分享台長嘅少少嘅注音嘅知識。因為我哋香港人咧，即係學國語咧，即係其實最大障礙啦，我覺得啦，就係嗰三個 咁樣。咁我花咗好多時間喺啊，咁啊大概花咗1年到2年啦。咁後尾發覺咧，原來喺台灣咧，好多台灣朋友咧都唔會用嘅，都係 GCC 就算數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唔係阿基台長咧有個獨特嘅技巧嘅，即係去學習嘅。咁就想分享俾太太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嘅重頭節目咧，其實都係圍繞住係注音啊，即係日常生活啊，點樣可以即係溝通好重要噶嘛。另外喺呢度咧要即係盛讚一下太太，因為太太雖然冇學注音啊，但係太太喺度識咗好多朋友。咁太太國語咧其實咧係比台長流利好多，只不過台長咧係即係喺想扎根得好啲啊，咁喺一基本嗰度學起，咁啊起碼知道自己講錯啊嘛。咁其實呢個係一個互補嚟嘅嚇。咁太太係即係超前學習啊，係咁喺即係我哋嚟到嘅時候，人生路不熟咧，咁即係唔好咁講究啦，聽得懂就好。咁但係而家生活咗4年幾咧，咁太太都係一個對自己有要求嘅人嚟嘅，咁佢都想進步。咁台長咧就希望盡一點綿力去協助佢啦。咁所以特別咧就製作呢個節目咁橫掂都係製作個節目啦。咁不如播出俾大家睇啦咁樣。主要嘅觀眾咧都係希望係想學國語嘅香港人啊，或者係講廣東話嘅人啊。但係咧就提醒大家聽一聽係好啦，因為我哋發音都唔係好準確。咁我哋都係做翻自己記錄就算數啦，係啊。你哋都係唔好睇諗啦嚇，因為即係教錯你哋。我諗下，我都喺啲影片嘅下低，即係做翻個 warning 咧，就係發音不正確。咁樣好啲，因為其實都係我哋嘅自己記錄嚟嘅，都即係我哋都係認真搞笑，搞笑認真啊，即係不必太認真。新聞發佈會嚟到呢度啦，各位記者咧就如果有興趣可以去後邊咧有啲茶點啊，自己拎嚟食啦，係啊。另外就係今日都係小記錄啦嚇，記錄阿基平淡嘅生活。阿基今日咧就係有朋友約咗我哋打羽毛球啊，去呢個台中嘅國立體育運動中心咁樣啦，好靚嗰度真係，我好中意嗰度啊。陣間有機會又拍攝下啦。係啦，去我哋電視台嘅廣告先。記錄一下。就今天的約我們的朋友就是Dr. Chen，就是我們其中一個很好的朋友。就是因為我們剛來台灣的時候，就是到那個草馬國民運動中心打羽球，他剛好在我們旁邊。然後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他是醫生哦，然後我就因為他那天好像
腳有點不舒服啊，然後我就教他，要鍛鍊身體哦，不要看醫生，很有趣，很臭屁然後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學會了，人真的要謙卑，不可以那麼臭屁。另外一個認識的好朋友就是Professor Chen 跟他的太太都是在同一天認識的。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緣分雖然我們的互動沒有很多，因為反正我們的生活圈子唔同嘅咁我哋有我哋打球，佢哋有佢哋打球，但係有陣時我哋都會我哋都會去佢哋個球會度打球嘅，咁就大概可能半年到一次咁樣，咁即係佢哋都係知道我哋係香港過嚟咧，就特別照顧我哋咁樣，咁好感謝佢哋。咁另外就係另一位 doctor 咧，都喺嗰度認識嘅咁又係咁啱喎，都係姓陳喎，呢啲都係好巧合啦。咁當然姓陳係一個好大嘅姓啊，尤其是喺香港啦，香港好多人姓陳嘅。咁台灣嘅大姓就應該唔係姓陳，係應該係姓我嘅理解好似係姓廖啊，即係好多唔同地區啦。台中咧好似姓廖嘅比較多咁樣。咁咧就我太太都係姓陳嘅，咁陳氏家族好犀利。咁另一位陳醫生啦即係我哋同佢嘅互動都透過就係之前頭先講嗰位陳醫生，兩位陳醫生都係台中嘅名醫嚟㗎。咁即係有陣時都會即係約我出去食飯咁，我好感謝佢哋嘅照顧啦。嗰位陳醫生嘅太太咧係一個即係好溫文爾雅嘅女士啊。我太太好中意同佢傾偈咁就好溫柔啊。咁就好感謝啦，喺呢度識到咁多唔同嘅朋友。有陣時就即係可以喺打球嘅時候就係即係傾下偈啊，知道最新近況啊。咁我亦都可以喺你身上學習啦。畢竟即係佢哋嘅即係見識一定係比阿基廣噶啦。阿基喺佢哋身上咧就都係嗰句學習學習還是學習，感謝你們啦，愛你們咁同太太分開一段時間先，分頭行事。咁我喺屋企咧就瞓覺，唔係我喺屋企其實做嘢嘅，真係做嘢㗎啦。因為香港公司老闆就有啲要求做咗先。咁跟住太太咧就因為今日呢班朋友就好耐冇見啦，咁就太太特別去買曲奇，我估佢應該買短腿阿六咯，好好食嘅分享俾佢哋食咯，因為佢哋對我哋好好嘅即係把握機會啦，每次見面都會即係分享，感謝，還是感謝。而家我哋趕公車咯，搭79，要自己長大，要自己搭公車。平常咧，即係嗰時啱啱嚟咧，就因為我個尺顧住自己盤生意啦，其實我乜都唔理嘅，去到邊度都係即係太太帶我去嘅，咁就佢會即係裝個公車 app 咯，公車 app 咧，跟住之後就去到邊度都係搭公車，好方便啦，咁因為太太搭公車好叻嘅，而家我都識嘅，其實個 app 啊嘛，同埋呢架成日搭啦，呢架去到喺台中都好多地方都到，可能有時會兜遠啲，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咧，好似去旅行咁咯，即係睇下風景咁咯，咦，差唔多到喎，我哋又睇下廣告先啦。公車快要來了，就先戴好口罩先，然後才上公車準備口罩跟悠遊卡，然後就我最擔心嘅就係我喺度拍片架公車走咗啦。以前試過有一次咧，唔係拍片嚟，咁我就負責截公車，太太喺後邊咧就揾資料，嗰陣時啱啱嚟啊嘛。佢要睇地圖咁樣，我就要負責截公車，跟住然之後突然間佢問我嘢，問我嘢梗係擰轉頭覆佢噶啦，係咪先？跟住架公車就走咗，跟住佢話我點解要擰轉頭？我話你叫我我梗係擰轉頭啊，擰轉頭咪睇唔到公車咯，公車咪走咯，梗係好笑我覺得，真係嚟啦，要截啦錄到呢度先，我哋陣間又睇下途中有咩美景啦，我都會影啲相嘅。
真的要分享一下，我超级感恩，同一个地方差不多的时间，但是就是4年不同而已。4年前我们在这个地方打球，认识这一班好朋友，他們對我們很好，就是所以我們對台灣嘅現象，點解會對台灣嘅印象咁好呢？就係因為不斷認識好多好友善嘅台灣人。咁就嗰陣時嚟呢度打波呢，就係我試過有好幾次呢，就唔小心去企咗人哋個場嗰度，咁佢哋話沒關係沒關係，然後就這樣子就好啦，跟住就認識咗做朋友，跟住一齊打波。咁頭先同一件事發生，我又係唔小心企咗人哋個場嗰度啦。咁跟住然之後呢，我懷疑佢哋唔係台灣人，不過即係首先是我的錯，因為我不小心站在人家的場地裡面是我的錯。這個我承認，因為我第一個反應係對不起，我一直說對不起，然後我鞠躬，然後他們就很黑的臉，說喂，我的場地呢？然後我想，我就告訴自己還好是4年後啊，因為我這裡我認識很多朋友，我就不會擔心了。如果4年前我第一次很慌張的時候，因為那個時候就是真的很慌張啊，疫情的時候過來啊，其實很多不確定。如果那個時候遇見的台灣人是這樣子，我說哇，我真的不要。但是我覺得天公真的對我很好。我來到這裡4年多，幾乎都是對我們非常好的。然後一聽見我們的口音就知道我們是香港人，然後就對我們特別好。我就感謝你們啊！對，剛剛是我的錯，我應該先開口，對不起，香港人不懂，然後他們就會沒事，我懂了，下一次我知道，所以也不是他們，真的，因為其實首先是我的錯，但是我真的想要記錄下，就是真的你對那個地方的感覺，就是那個地方的人很重要。我們就是一直認識很多很好的人，所以我覺得非常感恩，因為我們剛來的時候，都有其他香港的朋友。他們就好像沒有我們那麼幸運，我聽見他們就沒有，反正跟他們聊天的時候，他們就沒有我們的那個經驗了。我說沒有啊，很多對我們很好，但是他們就覺得我們很乖還是什麼，反正最後我都覺得我自己很幸運而已，感謝啦，記錄一下啦嚇。咁啊，同埋即係嚴正聲明啊，頭先係我嘅錯，我認嘅，我因為人哋租咗個場，你企喺人哋個場度，人哋黑臉咧係正常嘅，係我自己行過去，我自己唔正常啫。咁啊，抱歉，對不起。